来看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统计，全台湾大约有1/3的人口拢有慢性的痛痛，有2%大约是50万人是无法度正常生活。最近病院就推出利用高端的神经调控来改善痛痛，咱做伙来了解。黄小姐是脑性麻痹患者，颔胫骨因为会喘无正常，转生骨刺去对着神经。10年来，因为这款慢性痛痛，互伊要靠无目屎。脖子比之前更痛了，要吃一般止痛药都没办法，再吃那种长效型的止痛药。那50岁陈先生脚趾骨受伤，会半身半碎，因为久长来伤脚会痛，都爱食药来止痛。不过这一食落20天过啊，效果煞是愈来愈歹。就是止痛的那个时间很短，可能我1-2小时就要再吃一颗，那这样子几乎一天都要吃10几颗。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表示，亲像这款慢性痛痛的患者，全台湾就占1/3的人口，其中50万人因为长期慢性痛影响到生活甲工作。根据临床经验，慢性痛甲神经痛的比例占上悬，大部分是外力或者是做过手术等等原因造成的。除了食药控制，即马阁会当靠高端神经调控治疗来减少痛痛。电流的刺激改变神经疼痛的电位，或是药物去控制这个疼痛的传导到我们的中枢神经，降低它的疼痛程度，或是透过一些电流改变产生的一些奇怪的感觉，但是这奇怪的感觉是可以盖住它的疼痛感。医师表示，食药兼有抗药性，阁有副作用。比较起来，这款疗法是用小块电流刺激脚趾骨中枢，阁有周边的神经，改变感应痛痛的标准，来减少痛的感受。这效果是好10倍到1000倍，因为是甲痛的感受减少，毋是完全治疗，袂去破坏神经系统。记者林建生、王良涛台中报道。